你觉得 VTuber 适合跟 VTuber 交往吗？其实我觉得蛮适合的吧，就是生活作息可能也差不多，然后比较有更多共同的话题。就算可能玩的游戏不太一样，你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也不太一样，但是就是至少生活上是有一些共鸣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觉得这看个人因为如果其实能关系处得好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就是有些人会在意另外一半跟粉丝的互动啦，至少我现在接触到是这样。我觉得没有不行，这就是看人，看你们双方够不够成熟。不够成熟的就是平常甜甜蜜蜜，然后结果要分手的时候又这边撕破脸什么的，就开始就要互相泼脏水什么之类的，那这种就很难看。因为 VTuber 的交往会牵扯到很多东西，就是你们在交往的时候，你们毕竟作为半个公众要吃粽子，公众人物，你们还是得讨论说，就是到底有没有要跟观众去公开这件事情。那公开了以后，你们之后在台面上的互动要怎么样？那不公开的话，你们在台面上的互动要怎么样？你们公开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是就是想要避免有所谓的嘎气粉吗？还是说你们公开的是想要给对方一个安全感？还有就是一些比较日常上面的话，逢年过节 VTuber 就是要蹭那个节日去开台去做企划嘛。今天情人节你是要陪对方，还是你要开台？对啊，今天圣诞节你要陪对方，你还是你要开台？啊，会不会说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开台啊，就没有时间陪对方啊？对方会不会心生不满之类的？对啊，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啦。所以真的就是你们两个人要讲好，有约定好，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不要交往了以后才在那边讲说什么啊，你都在开台，你都不陪我啊，你虽然在表面上面跟大家说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但你还是跟其他的女生或者跟其他的男生很好之类的就没必要啊。